跟住咧嚟題地圖題目啦。嗱，地圖題目咧高難度嘅，點解高難度咧？因為咧好多同學咧搞唔清楚呢個1:2萬咧。嗱，你幫我 mark 翻清楚先，以後做呢啲題目咧都咁樣寫翻清楚。呢個1:2萬係邊比嚟嘅？但係跟住我哋會想做嘅比例咧係面積比嚟嘅，邊比就唔係直接等於面積比嘅。點樣可以串連呢？邊比2次先係等於面積比嘅。佢話俾你聽個zoo 動物園嘅地圖上面嘅 area 係4cm 二次，咁咧實際上面係幾多 cm 二次咧？咁咧我哋咧就要用1/2萬嘅 square 去計啦。OK， 咁你將個1/2萬 square 咗佢，咁啊2萬二次，你會計到係1/4，跟住之後8個零，然之後交叉相乘，你就會計到 x 係幾多㗎啦。咁你應該會計到 x 係16，跟住之後5、6、7、8，係啦，咁多啦。咁所以咧個 area 咧就係等於咁多個 cm 二次，係啦。咁我寫翻清楚少少先 ，area 係等於呢個嘅 cm 二次。但係佢最尾問題係咧，佢個單位咧佢想要求轉做 m 二次。嗱，呢個係第二個難度。點樣轉單位嘅咧 ？cm 轉 m 咧就係除100，因為例如你160 cm 就係1.6米啊嘛。cm 二次轉 m 二次咧係除100嘅2次嘅，個邏輯同邊比2次面積比差唔多，所以我要將呢個160000000嘅數值咧除翻100嘅2次，即係除走4個零啦，咁就會係16萬啦，16萬 m square。你撳一撳計數機咧，16萬其實即係1.6乘10嘅5次方嚟嘅，佢用咗呢個表達方式啫。咁所以咧答案係 B。呢題高難度嘅，要識做呢題咧，你需要識得邊比2次面積比，同埋你需要識得轉單位。